5月1號之後，你而家有嘅合約就會作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Rich Harvest 嘅 Steven。咁今期咧就係批判性咁同大家講下，究竟呢個租賃法嘅修改對大家做業主呢個遊戲有咩影響？如果你而家間屋係有租客嘅，譬如話你個合約係到9月份，你5月1號之後，你而家有嘅合約就會作廢。跟住一個新嘅法律就係話租客可以俾你一個2個月嘅通知，佢就離開間屋啦。如果你個租客係學生嘅話，咁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。你喺5月31號之前咧，必須要通知佢話，喂，個法律更改咗啦，呢個係政府嘅 information pack，麻煩你睇一睇。但係你通知咗佢之後有咩後果啊？佢可能翻去過暑假，咁佢就5月同你講，我請你要做到我仲要拜拜你。咁你9月份嗰個租約你咪企咗喺度咯，你就要準備好，你就要將7到9月嘅租金退翻俾你嘅租客，然後同時之間準備喺7月嗰陣時去揾一個新租客去接手你個樓盤。咁另外啦，如果你咁好彩，個租客真係留到9月份，佢同時想同你簽多一個合約，嗰陣時有咩變動呢？咁以前學生佢做 referencing 好簡單嘅啫，一嘢同佢講，我12個月租金俾你。個 reference 嘅其中一個部分叫 affordability check， 就係話基於你嘅收入記錄可以俾到呢個租金嘅。咁而家就唔係咁樣長啦，你依家咧就一定要重新幫個學生去做 referencing， 並且要求佢去買一個叫做 guarantor service 嘅。如果佢冇交租金，或者佢突然之間唔想獨走佬啦，呢個後果就係由呢個監護人去幫佢做擔保啦。目前咧 Steven 我知道就係有咁嘅機構開始陸陸續續咧提出一啲服務啦，就係收大概1個月啦、1個半月租金擔保呢啲學生係去完成呢個租房流程嘅。咁如果喺冇擔保人嘅情況底下咧，我哋應唔應該將啲樓租俾過唔到 referencing 嘅人？我嘅建議咧係你會謹慎啲，因為過唔到 referencing 嘅人咧就好似個計時炸彈咁樣，你會承擔無盡嘅風險。首先第一，你買唔到 rental guarantee protection， 呢個係非常重要嘅。如果個租客唔交租嘅時候咧，佢會 cover 你佢冇交租金嘅金額，同埋 cover 咗你需要支付俾律師上法庭嘅呢啲雜七雜八嘅費用。咁總括嚟講咧，以前所有做 buy to let 嘅業主咧，夢寐以求可以收12個月嘅租金，呢一類型嘅租客咧，其實已經俾人打沉咗噶啦。反而咧，依家你係更想揾啲 professional 去租你間樓，寧願平少少都好過去承受比較飄忽嘅租客。譬如話，除非佢哋係有監護人嘅呢個服務啦。以前你賺錢嗰個模式，今年究竟 run 唔 run 到？以前你可能話9月到9月，而家你係9月，可能你 realistic 少少9月到7月。咁你7月嘅時候點搞呢？你就開始諗定啲 alternative。究竟你嘅 agent 識唔識變通，或者可以幫你叫做2-3個月嘅一個 let 咁樣，盡量咧將個空租期咧減到最細。咁如果你係業主，對呢個租賃法嘅修改毫無頭緒嘅話咧，歡迎嚟揾 Steven。咁我哋下期見啦，拜拜。